观众朋友，今日各位好冇？我阿明哥刘浩明翻书看复起来。书看拿係藤球，而喺15世紀嘅時節，喺馬來西亞馬六甲一帶，都係嚟見東南亞一帶最流行嘅運動。而更加嘛係亞洲運動會裡面嘅正式項目。我哋貴少看到藤球，但是其實喺我哋屏東加農國中，而係國內藤球好數嘅培養嘅搖籃。今日有請到嘅來賓，都係我哋加農國中嘅藤球嘅教練，還有我哋嘅隊員嚟到我哋現場。我哋首先有請我哋嘅教練，我哋係我哋來自東港嘅蔡定仁蔡教練嚟到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我來自屏東的東港，那現在呢就職在屏東縣的嘉東國中，擔任學務主任，那也是我們學校的藤球隊教練。還有我哋嘅新書嚟到現場，我哋嘅隊員。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嘉東嘅賴正時。也蠻睇到嘉東嘅中3年生。我想問一下吼，其實我哋咧藤球吼，他個人唔都有看過也比賽嘛，唔知咧藤球係乜嘅？我係咪請教練同我哋說明一下講，藤球到底係乜嘅呀？藤球呢，其實它這個運動跟我們的排球很像，它就像排球過網之後要打3下再回來，只是說它跟一般的排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是用腳，它除了手以外呢。其他地方用其他的部位將球踢回來。那我們先從藤球它最簡單的場地說起，它的場地跟我們的羽球是一樣的，長呢是123.4公尺，那寬是6.1公尺。那它的網球的高度啊，網子的高度就跟我們羽球是一樣，155公分。但是在女生比賽的話，它會比較矮一點，是145公分。那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一下那個我們的藤球。藤球的話，在國際比賽上面，它分為男球跟女球。那在我的右手邊這個呢，這是男球。那它的重量呢，大概介於在170到180克左右。那這邊的話是女球，那它重量就比較輕一點，它大概是150克左右。那大小的話，大概我們一個手掌這麼大。那在國際賽事的話呢，它兩個是會把它區分出來。那在我們國內的比賽呢，國小的學生他們在比賽的時候，他們也使用的是這個女球。然後等到國中之後，男生就使用男球，女生就使用女球，這是藤球的介紹。那再來我們介紹就是藤球的規則，它跟排球很像，它就是球呢踢過網之後，它必須要3下以內再把它踢回來。但是它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剛剛說過，就是它必須在手以外的東西，它可以用頭，也可以用胸口、腳都可以。那它可以一個人踢3下踢過網，它也可以透過隊友的1、2、3傳回去。像排球的話，它如果連續一個人打2次就不可以。對，那羽球的話，藤球的話就可以這樣子。那所以它的規則其實跟排球就很像。這部分的話，我想就不用再特別再贅述。那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就是我們在參加世界盃的時候，我們在泰國有看過他們專門在踢藤球的時候會使用的藤球鞋。那藤球鞋這部分其實在我看過的球類運動裡面，它算是鞋款裡面算最便宜的。像這樣子一雙啊，你在泰國的話，大概泰幣大概是300塊左右就可以買得到的。那像我們的話，我們如果從事足球、棒球之類的，我們一雙球鞋可能就要1、2千、3、4千都有。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其實它負擔會比較輕。那我想要特別講一下，就是其實我們的球員都非常勤儉。他們都會把球鞋就是踢到真的是不可以再踢了，他們才甘心要把它換掉這樣子。雖然說藤球鞋比較便宜，但其實他們在練習的時候，他們覺得這個磨過的這個痕跡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種自己的一個自我肯定這樣子。可是從我哋看到我哋海洋啊，這種藤球係一般帶邊的紋路伊都冇特別要求係咪？藤球其實沒有要求他要穿什麼鞋。但是呢，就我們在國際規則國際的比賽上面，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的選手都是穿藤球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藤球鞋呢，它這邊是平的，然後呢，它的厚度比較厚，所以在踢球上面呢，踢到我們的內側這個部分的話，球比較不會隨便飄。那像我們一般的球鞋，這邊會有一個主攻，主攻的部分，萬一你的踢球角度稍微偏差一點的話，它球就可能會跟自己想的方向不一樣，所以我們到後來就是只要有機會出國我們就會去買藤球鞋回來。那最近這幾年我們在國內有去認識了一些專門賣給我們移民朋友、移工朋友的店家，
那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购买这样子。咁種嘢用藤球嘅係，目前國內有人做冇？目前国内是没有制造藤球鞋跟藤球是没有的，都必须要仰赖我们泰国有一间厂商，它是专门做藤球系列的东西，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泰国。剛剛想問一下講，教練這個本地係咪攞藤球出身嘅？我不是藤球選手出身的，我是足球選手出身的。對，我從國小就是因為看了一個漫畫，好，那個漫畫叫做《足球小將翼》，那裡面其實雖然它動作蠻誇張的，像裡面的射門動作可以飛到天空去啊，然後倒掛金鈎得分這樣子。那又加上說國小那個小6的時候，我在看，剛好電視上看到電視轉播，就有關於那個世界盃在法國。然後那時候看到巴西足球隊，他們踢球非常的開心又很熱情，所以我那時候就瘋狂的愛上足球。所以我從國中開始就一直沉溺在當足球選手身上。嗰時候，咁你這個攞到變一個足球嘅一個選手，後來變就開始來訓練聲音嚟做藤球。這部分就要，其實我可能就要從我出生，從我小時候開始說起了。其實小時候家裡是做塑膠管工廠的，那當時家裡做的還不錯啊，也還蠻風光的啊。只是後來因為我爸他因為工廠的人事更動的關係，所以導致最後工廠就收起來，就經營不善這樣子。那家裡狀況不是很好，但是我還是想要有這個足球夢，所以在國中畢業之後，我爸堅決反對我繼續踢足球，因為他覺得踢足球未來不管當國手還是當教練，其實出路上的話好像都不是很穩定。但是我還是想要去踢足球，所以我在國中畢業的時候，我的教練說，他就推薦我到台南的一所高職，然後那邊是有專任的足球隊，那我可以去那邊踢足球這樣子。那當時我就不顧我爸的反對了。那在某一天早上，我就一大早起床。那我就跟我媽說，我行李收一收，然後我跟我媽說我想去台南踢球這樣子。然後我媽也知道說我想踢，所以她就給了我2000塊，然後告訴我自己要小心一點。那當時我們從我東港到台南一天只有2班車，一班就是早上大概6點的時候，那另外一班是下午6點，所以我很早，我大概5點就起來了。然後我就記得我是摸黑，就是用走到了東港的車站。然後就搭車到了台南，然後跟教練跟我介紹的那個另外一個球員有接到，然後我就去他們家住。那隔天之後我就到了那個我們的高職那邊去報到，然後就開始走我的那個足球教練的一個夢想。那當時其實我剛去的時候，我知道家裡真的狀況不是很好，所以我一去之後，我第一個就是立刻問學長姐們說，有沒有地方可以打工啊？那我就要去工作嘛。所以那時候就應徵到了一間廣東州的一個餐廳。那我在晚上去工作，大概6點半的時候上班，然後會做到凌晨1點半。凌晨1點半做完之後，就下班回家弄到好想睡覺的時候，大概都是快3點。那當時早上足球隊要晨操，所以我早上大概6點半有點起床，然後7點開始晨操，然後練到下午5點半之後，再趕快把衣服換一換，然後趕快再衝去上班。那其實這段的求學歷程當中，看起來好像很辛苦。那我當時的午餐啊，每天的午餐就是要到福利社，然後買那個阿 Q 桶麵。為什麼要買阿 Q 桶麵？因為它當時最便宜，然後最大碗，大碗滿足。對，大碗滿足。那我會另外再買一包5塊錢的科學麵，把它丟進去加麵。那這樣營養不太夠，所以我會再買一顆6塊錢的茶葉蛋，也把它加進去。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那一餐通常都是36塊搞定。對，那我3年下來都是吃我的午餐都是吃這樣子，因為我的預算其實真的很少，我一天不能花超過100塊，我的錢不多。對，那我也很感謝當時的教練跟我的同學，他們也都很照顧我。但有時候其實午餐吃不夠的時候，他們也會偷塞一些肉啊，然後菜給我吃這樣子。雖然過得比較辛苦，但是我很快樂，因為我可以去追求我想做的。我在場上踢足球，我覺得很開心。那當然，我爸那個時候其實這不是很能諒解。那我出去台南到第一次回到家，大概是半年之後的事情。那我回去之後，我感受得到我爸，他其實也可以慢慢可以接受了，然後他也是
其实默默就问我说啊，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啊？记得就练球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然后吃东西就要吃饱一点这样子。那再来呢，就是我在高中第3年的时候，因为其实高1、高2的时候，我们球队的成绩没有很好啊，其实我也会紧张，我觉得我想要踢好啊，那我踢好，我一定要拿到全国的名次。那幸好我们在高3的时候，我们打进了全国第6名。那打进全国第6名，依照规定就可以保送到大学。我那时候觉得，其实我国中、高中的成绩都很差，应该说我国中几乎都在踢球，然后又不爱读书。那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有可能上大学吗？我觉得我可以上大学是一个好像在做梦一样的事情。那我要保送，因为那时候拿到保送权，还是得跟全国前6名的选手一起去考一个保送考。考过之后，你才有机会去你想读的学校。所以我就跟我们教练说，那我高3后半年，我能不能就不要练球，然后你让我去补习？那教练当然也答应了，因为教练很支持我。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的工作我也辞掉，我有存一笔钱，然后呢我就搬出宿舍自己住，然后就是每天放学之后我就去补习班，然后就好好的读书，然后拼一个大学这样子。就我就拼到当时是现在的台湾体育大学。那我当时考上的那个学校，就是台湾体育大学的前身叫台湾体院。那我就顺利的考上体院。那进到体院之后，其实第1年我也是赶快找工作，因为家里就是还是得靠自己啊。所以去之后呢，学姐就跟我介绍一个教游泳的工作，然后我就开始教学。那也是因为有游泳教学这一块，你看我把一个3到4岁的小孩，然后从他在门口我把他牵进来，然后他非常的害怕碰到水，他甚至连岸边1公尺他都不敢靠近，然后我必须要抱着他，然后带他一起到水里面去，然后就这样子跟他耗了大概1到2个月之后，2个月之后那小孩子跑过来，他是用冲的冲到游泳池旁边，然后很开心的呢做完热身操之后就跳到水里面，然后就是做我要求的动作啊，打水啊，然后划手，到甚至会换气。我看到那样子的画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嗰做一件事情嘛，把变成了因为讲教人要运通一件事情，係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對於啲完全唔好讀書，能想要踢球嘅細人嚟講，而慢慢地變成一啲發現講教人運動係一個快樂嘅事情，一中間發生乜事情，休息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可能講，應用對啲愛踢足球嘅聲音嚟變成一個希望教書嘅一個現象。我想問一下吼，像頭頭你家講，你睇教球書嘅時候，你朋友講，教人運動一件事情係一個最快樂嘅事情，後來一件事情影響到乜個東西啊？我自從有了那個教學的經驗之後，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成就感。那我看着我的孩子一點一滴很明顯的進步，我就跟自己說，那我以後一定要當老師或當教練，我想要繼續能夠延續這樣子的成就感。所以我當下就決定說，那我想要去考老師。那我們的台灣體院，當時台灣體院其實有考老師的風氣，所以大家要考那個教育學分班才可以去修老師的學分。那當時有1000多個人報考。只有100多個缺，只有100個缺而已，而且100個缺有50個是給那種國手運動員推甄到裡面去的，所以你真的要靠學科考進去的缺只有50個。那我當時就覺得說，那我不管我以前功課怎麼樣，我就把過去的事情全部忘記，我想要考上，所以那時候就跟我們的館長說，能不能我們的游泳池旁邊有一個會議桌，那我能不能下班9點之後，能不能讓我在這邊讀書？那館長當然就很支持我，所以那時候每天下班9點半，那就讀書讀到1點半這樣子，持續了半年。那我也很成功的，就是考上了當時的教育學分班，那開始修了2年。有一次我們在體院附近吃飯的時候，就剛好隔壁桌就坐了幾個學霸，就是功課很好的那些學生，那他就有意無意的就調侃了一下我們體院的學生說，其實我們體育人就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就是
很会运动，但是又不太会读书。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勇气，觉得说我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这个样子，对，我也要证明说我可以读书。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报考了研究所，然后想试试看这样子。其实当时体院的课程也让我很有兴趣，那我就是用一样的模式留下来，那开始在游泳池读书，然后读了半年，然后我也真的就考上研究所。最后我就是在研究所1年级结束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学分班刚好修完2年，那我就得去实习好巧不巧，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好进到了教师证的新制。那当时的教师证早期旧制的话是要实习1年就可以直接领教师证，但是呢，我们从我这一年开始呢，必须要实习半年，然后呢还必须要通过教师证考试，你才可以拿到那个教师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在实习后半段的时候，因为有以前过去的这样子的读书经验了，那我就开始用这样子的方式就继续研读，那最后我也顺利的考上了教师证，就拿到那一张正式教师证。可是其实也一路方唔单止向一开始都半工半读，一方面都希望讲这个有一个目标的时间，如果用这种一般工作、一般读书的这种方法去达成也目标，可是变成讲像按呢一种按那个审发的方式啦对你后来有乜个影响？其实半工半读的那并不是我的，但是被逼的，对，因为环境所逼嘛。但是其实我很庆幸说我有这样子的经验，因为它是让我在逆境当中必须要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能放弃，我不能停，因为我放弃了，我停了，我就失败了。那我是不是就对不起我的支持我的人，对不起我妈妈？那我是不是就是必须再怎么累我也得辛苦，让自己继续撑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可以让自己有这样子的成就，或者是说我有这样子的经验可以带给我的孩子，那我想也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才能够让我的工作跟我的教练的工作上面能够比较得心应手。刚才想问一下曾顺头多教练讲的法平常有谈过吗？有啊，有。伊平常对你来讲归恶还是归好啊？归好。但是训练的时间还要按好啊。伊讲就伊要教体练习的时阵要教因为有可能每个人拢有自家的脾气就会如果讲态度歹就可能会欠。可是你欠的时候，你的要讲英文咯。可以看了伊个鬼好的人啊？唔会啦，就会关系就好诶，关系就好诶。可是像你这个安尼开始教书以后你这个东港人的最慢后了，我选择在加东国中的教呢。当时我们考上教师证之后，接下来就是要考老师嘛。那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其实当年屏东县只开了6个缺，6个体育老师的缺，那有100多个人去考。那6个缺里面有1个缺的位置就是在嘉东国中。那我当时考上之后，我是以第2名的方式考上屏东县的学校。那因为我自己是东港人，那我想要选离我家比较近的学校。当时有一间学校是林边国中，它就在东港旁边。我的想法是我想去那边，因为离我家最近。但是到了撕榜单的现场的时候，结果第1名的他是林边人，所以他就说他要去林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没关系，我的东港的另外一边比较近的就是新园国中，所以我就打电话跟我爸报备一下说，林边国中已经有人要去了，那我可能就要去新园国中。然后我爸爸就说，等一下，你不要去。他说他印象中他嘉东国中有认识的老师，那他可以请他来照顾我这样子，然后就叫我去嘉东国中。其实在那之前我对嘉东是完全没有接触，我也没有知道它地理位置还是说它的文化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爸既然这样说了，那我就师嘉东国中，所以我就师了嘉东国中。那当早上师完之后，我下午就去了学校看一下，对，然后就觉得这间学校将会是我未来要任教的一个学校这样子。但是今日你双方就怪你讲，你这个本身是踢足球的嘛，怪好足球，都冇踢嘉东国中的时间，我成立一个踢球的一个队伍。因为我刚去嘉东国中的时候，我发现那边有足球队，
然后我过去的那个教练梦就整个燃起来，我说太棒了，我要来这边不但当体育老师，我要成为一个足球教练，所以我就很热血的，我也不管那个有没有什么教练费啊，也不管什么时间，那个时候其实暑假大家都还在休息，但是我就直接跟校长跟当时的学务主任说，我想要来这边当教练，那球队就因为球队的教练他调走了，所以我来这边我就立刻接下来，然后所以我是榜单的隔天我就立刻到学校去，然后我就跟足球队队长说，从今天开始我来当教练，然后暑假开始的早上跟下午通通都要练球，然后他们就吓一跳，因为他们过去没有受过专业的足球训练，因为前一个教练他其实他的专长是国术，但是他不太会带球队这个专长，对，所以我刚带队的时候发现说啊，这个球队怎么体能也不好，然后训练的那个课程的观念也没有，就是纯粹就是想要上场比赛这样子而已。所以我去之后，我就用我过去的经验跟教练的方式去带他们。但是因为过了大概6年，因为我们这期间我们面临到少子化的危机啊，学区国小的学生越来越少，相对的我们收的学生人数也变少，所以本来球队有20几个，慢慢就变成10几个。那10几个的情况下，其实在练球上面效率就很不好。所以刚好那个时候，在大概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华民国藤球协会他想要推广藤球，他就来了屏东，然后邀请了我们几个足球队的教练跟球员呢去参加一场研习，然后并且告诉我们说藤球大概怎么踢，然后我们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办藤球比赛啊，欢迎大家来踢这样子。那我们想说，其实踢看也好啊，就是反正都是用脚踢嘛，足球跟藤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踢过藤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上网去查 YouTube 去搜寻藤球有没有相关的影片，结果当时因为藤球其实在台湾没那么盛行，所以你只找得到2010年当年的那个广州亚运啊，它有第一次纳入藤球。那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影片是藤球冠军战，是泰国对抗马来西亚。那个画面你就会非常惊人，因为你会看到人在空中飞啊，他是球做起来之后，攻击手直接飞到空中去，然后一个倒挂金钩，然后再完美的落地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怎么可能？这个不是人可以踢的运动嘛？觉得很惊讶这样子。然后想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踢过来踢过去，踢过来踢过去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策略就是用头把它顶回去就好了。对，我们脚真的是不太行，因为它的球真的是比较小颗，所以我们第一次碰到藤球，实际的藤球是上场比赛的那一刻，我们才碰到真正的藤球。跟人平常用没练习哦？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藤球，所以我们平常都用足球在练习。对啊，然后在学校架一个羽球网，然后我们就足球嘛，就大颗的这样顶来顶去啊。但是上场哇，那个球一发过来顶到头会破皮，那个真的很痛，然后每个都哇哇叫啊。然后其实其他的球队有踢过，所以他们就比较上手一点。那我们从来没有，我们是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藤球，就在场上，而且比赛已经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旁边就觉得很有趣，那个画面就是好像我们在接子弹一样，球来啊，有时候在想球员到底在想要闪还是不要闪这样子。那次我们当然就是落败嘛，对啊。但是后来大会比赛结束之后，他就送我们2颗球，然后他说大概再过一段时间他们还要再办藤球比赛。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下一次我们不能再这么难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比赛前1个月，让我们下午的时间练足球，练到天黑了。然后呢，我就把几个想踢藤球的来留下来，把活动中心灯打开，我们就在里面开始练藤球。那一开始我们的策略也不用脚踢，我就是拿球砸，然后他们就是用头顶回来，就每个就一直砸一直顶球。那他们顶到后来那个头啊这边啊就有一层厚厚的皮，他们顶到后来也不会痛，就是我砸的时候我是很狠的很用力的去砸。那他们到后来习以为常，所以下一场比赛我们上场是有备而来。我们用头就可以顶死对手，就是我们那一场比赛，我们就拿了冠军，就是大家都吓到，说：“嘉东国中的球员，天哪，怎么进步那么快？”啊，其实我们也没有进步很快，我们只是我们还来不及用脚，我们就先用头把它顶回去。那又刚好，我那时候在思考说，其实足球少子化，练球没什么效率，所以是不是？你看，像藤球训练起来，它只需要在室内的一个羽球场地，然后它有2人赛跟3人赛，所以我整个球队我大概只需要培养6个人，
那3对3，那我就可以组成一队，就可以带队比赛。这样子学校也比较不用为了比赛的经费去筹措，那我们在训练上面也比较不会那么辛苦，因为人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足球队队员讲说，我就不带足球了，对，足球我们就到今天为止。那但是我想要带藤球，因为你们也踢过，你们也知道啊。如果你们想，我不强迫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踢，你们就留下来，我会带你们这样子。可是几时就把足球队结束下来，就开始来做藤球队的啦哈。对，没想到伊的少子化把伊的足球队变成伊的藤球队。伊的少子化其实会多一个各种问题，但是对家同观众来讲，伊是一个新的出发。休息一下哦，等下外国度过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段節目我哋喺內邊同人講，伊後來就把伊個足球隊變成伊個藤球隊嘅。我想問一下教練吼，咁幾時把足球隊變成藤球隊嘅時間，你還會足球隊嘅球員有冇分享下？其實是有的，因為他們當時想要，就是為了想要踢足球，才進來我們足球隊裡面來。所以當他們練了一半，其實他們從進來的國一練到了國二，突然要轉成藤球，其實他們有點失望。但是我想也可能是因為我們球隊傳統的一個文化，讓他們覺得說，其實待在校隊裡面，那不管是足球也好或藤球也好，其實他們都有一種歸屬感。那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我讓我的球員們，他們把球隊當成一個家，然後把隊員當成是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們其實喜歡待在這邊。那不管是足球或藤球，他們只要能夠在這個團體，其實他們都很願意為我們的學校呢盡一份力這樣子。但是有啲問題就講，踢足球同這種踢藤球係冇同樣啊。咁你這個冇學過藤球，你幾時要讓我訓練一點啊？這個就蠻好笑的，因為其實訓練法簡單來說就是把比賽切割出來，然後反覆的從細節練習，這個就是訓練法。那我第一年在帶藤球隊的時候，其實我也是在摸索。那我以前的足球隊是體能很重，那現在他們體能就不能那麼重，因為我發現體能好，其實在球場上不見得比較好，因為他們需要的是技術，所以我也是慢慢的去學。那我覺得學最多的地方就是在2012年那一年哦，那一年因為我們拿到全國冠軍啊，藤球全國冠軍，然後國家就是藤球協會那邊想要選一些人出去泰國參加世界太皇杯，那他那個時候就邀請我去當教練，那我可以一起去泰國看一下世界頂尖的選手他們的踢球。那我去了之後，就是看到他們真的是在我面前做這種空中飛人的表現，真的是很精彩。那除此之外，其實我在他們私底下在訓練的時候，我也去看一下說他們大概熱身怎麼練習，然後大概主要是攻擊手要怎麼練，然後做球手怎麼練，然後再跟一些國外的教練去交流一下。其實他們都很樂意會教我們，所以幾年下來，從那一年開始的，我每年都會受邀擔任教練，然後一起去泰國比賽。那一年下來的累積，我們尤其是這3年，我可以很快速的把我的新生，這是國一的球員進來，那他的國二、國三就是已經是可以當一個很成熟的藤球選手。你係咪可以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講一下講，而家全世界嚟講，踢藤球，冇得講藤球嘅比賽有哪一隊啊？藤球哦，其實我們光看它的運動形式就知道說，它很吃重在移動跟敏捷，就是跳躍。所以其實就以世界的排名來說的話，它在東南亞的國家是比較吃香的，因為他們的體格就是沒很高，然後又是瘦瘦小小的，所以它的敏捷度很好，又可以做很高的跳躍的動作。所以目前世界排名上面來說的話，泰國是最強的，那再來就是馬來西亞、印尼跟菲律賓這幾個國家都非常強。對，所以以目前來說，雖然太皇杯它有世界各國人去參加比賽，但是對於歐洲的國家，像法國啊、德國啊，他們也都有參加比賽。雖然他們技術不錯，但是以速度來說，他們還是東南亞的選手比較略勝一籌。我想問一下曾順哦，你當初那位
感应啊，能讲踢球队啊？你当初会引起上好踢球，还是讲无小心引起的呢？就是因为一开始毋伫也球迄嘛会，哎，觉到迄用节的啊，毋免按你迄个时阵看到地杯太家迄用脚，哦，就想讲，哦，按生气。其实唔即个冇想到讲，那你嘛过，你这个冇过神奇呢？你去训练的东西，这个冇先去看 YouTube 上面看伊迄嘛个东西，一个你咪个也用节的，你去后发现他个也用脚踢的，个唔知有冇想过讲冇用牙落走？唔会啊，就想讲踢看嘛，踢看啊，练看啊看练啊用伊啊，练球的啊当体操比赛啊，虽然讲体操比赛无打过青好啊，虽然讲拿到青好的成绩，毋过喺比赛状况嘛免讲摕来青好啊，几类明已经练到也嘛已经就迄一心情就要紧张啊，也嘛就讲毋买。你这个係几多年生啊？3年生。3年生，那对1年生的时候就开始练踢球。嘿。可是你差不多练了3年了。嘿。练了3年，过3年以后，你这个我感觉到讲当初结天有错唔错啊？有时阵，因练习有时就会像攻击的时阵，无打到球点，无看球位，啊接球无接好。啊，就会喷迄面摆紧安尼，就会无相的踢。但是看到朋友有在叫踢伊。不过教练同一条亲理会的球员，就会来跟他讲，要加油，要支持，就坚持落去。啊，因会要教导爱。啊，因个教导就本来伊个心态鼓励，所以鼓手也着问题，就喺爱自家会面对的。像唔能几边还没几多像真实安尼声音来讲，其实入来是根本连基本的能力都冇，根本连踢球还马个都唔低的声音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多学生他不知道藤球是什么，所以他纯粹只是说，想要加入这个团体来踢球，或者说参加一个校队，好像蛮有趣的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这几年在国内其实踢的成绩还不错，所以有很多国小的学生，他其实来就读嘉东国中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期待，说他想要加入到藤球队里面来。尤其是这2年，我们的全国比赛都偶尔会有那个电视转播，所以其实我们我们嘉东乡的很多就是观众朋友啦，就是我们嘉东乡民们其实都很清楚知道说，我们嘉东乡有一个很厉害的藤球队这样子。不是变成也这样的嘉东之光了哈，变成某一个类型的嘉东之光。对，乡球。咁对我哋讲我哋而家有名嘅啲嘉东国中嘅一种踢球队来讲嘅话，对教练来讲，这个对未来有乜嘅打算啊？其实我们目前带球队到现在球队已经有它的文化，然后跟它的水准在。那其实我觉得身为教练，一定都是希望说，为你效力的孩子，他长大之后、毕业之后，他能够有成就。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接下来规划我会大概朝2个方向去走。第一个方向是希望说，我的孩子们他们都能够有教练的资格，然后或者是裁判的资格，他是可以同时拥有。那有机会的话，他就可以到邻近的学校，或是到其他的地方去推广藤球，去当教练。那同时，如果有办比赛的话，他也可以用裁判的方式，可以进到藤球界里面来。不一定就是说你就是要当藤球选手，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那藤球可以当他陪伴他的路的一个兴趣这样子。领养教练用一生的经验，也能面对的目标，持续努力安的经验，伊唔单止改变了伊的自家，伊嘛改变了一个生意呢。今日我感谢2位老董来现场同我们分享安度踢球的故事。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多谢大家。
休息一下哦，我哋今日談到按到藤橋嘅故事，我哋等下用我哋嘅運通講話嚟同講藤橋還有藤橋嘅故事哦。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運通加油站，我係運通點心阿娟妹，又來同大家見面咧。唔知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有看過藤橋夜航運通冇？藤橋喺東南亞一片係個貴時行嘅運通哦，咪係亞洲運通會嘅正式比賽項目之一。藤橋比賽家下用嘅橋係藤邊嘅黃色空心圓橋，不過顏色啲嘅橋都帶運用嚟聽咯。我相信一定幾多觀眾朋友冇看過呵。今日我就會帶領大家來認識藤橋夜航運通哦，一下就聽你我去。藤橋比賽嘅形式有幾多樣，不過無論哪種形式，除咗發球以外，速度總唔得去秒到球，故所有按照腳踢嘅排球。一般來講，比賽形式做得分組，二人藤橋同公名藤橋也兩種。二人藤橋係5個人一隊，公名藤橋有3個人一隊，無就2個人一隊也兩個形式。韓國國際比賽大部分都係3個人一隊嘅公名藤橋，正式比賽按照壘球。喺壘球比賽當中，一隊有5個隊員，做得3個人同時上場，雙方嘅3個人分別係發球嘅、做球嘅、韓國攻擊嘅。兩隊看門人先拿到21分就贏去1球，3球當中先贏嘅2球就贏嘅也從比賽。同排球規則冇共用嘅係，除咗總唔得用手去秒到球以外，藤橋比賽當中2個人做得連成踢球。除咗接球同發球以外，比賽當中加上看到嘅動作包含嘅封面同球賽。封面大部分係用腳起來封面，同背囊封面也兩個形式。最主要嘅目的就係為同球動轉去對手嘅場控，也係同球彈高，為自家入邊嘅球員有限卡多嘅接球反應時間。其中球賽嘅動作就有幾多嘅，加上看到嘅動作包含嘅轉身球賽同跳背球賽。跳背球賽就歸從腳球比賽當中嘅倒吊緊腳，係幾多正確嘅人會用嘅動作。轉身球賽係一下國際比賽當中加上看到嘅球賽方式，集中轉身嘅力頭用腳盤去踢，也係用腳仔去踢。球賽嘅球速做得有時速130公里咁高哦。看睇今年運通加油站嘅4單元，大家對藤橋係唔係有下卡了解呢？認真藤橋也係球橋，而對國外進球，故所艱難得到。一下全台灣睇藤橋嘅好教咩冇幾多，希望大家跳下來從事夜航運通。你講很大唔看到有人睇藤橋嘅時節，你做得停下腳來看，唔可能就會被夜航運通想到哦。運通加油站，我哋下一拜再來聊咯，拜拜。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運通嘅時間來謝諾夫先生今晡日教大家保健運通嘅重要，今晡日我哋來保健我哋手臂，還有我哋身體，還有我哋腳，一路來幫好起來，本自家運通健康又有精神。準備好勢麼？我哋開始來哦。第一咧，我哋來做嘅係我哋手臂嘅運動，手腳打開來，手柄當空，手柄要慢慢地放，同緊路腳放落來，好慢慢地放哦。放啊，最輕，讓我哋身體有輕鬆嘅感覺。再來換另外一邊哦，另外一邊，
绑上来，再来用前面树皮存啊切切，存啊长长，绑安尼紧路哦。再来另外一片哦。再来揾一片，哦，來哦，揾片，哦，揾一片，樹慢慢地揚上來哦，哦，揾一片哦，揚加蓋實。再來揾一片，嚟哦，揾一片哦，哦，人哋樹皮嘅運動，同人哋身體變上來，再讓人哋轉人哋身體腳。出去，樹邊頂，樹邊後面，轉後面，看下最後面哦。同安尼最強勁放啊多腳，勁路腿放開來。哦，安尼慢慢回來，樹邊前面，後面。看後面，繼續再嚟，樹邊下來，轉後面，人哋最強勁，遠啦，人哋背、腰、腳全部仲放開來，緊路。揾另外一片，樹邊下來，轉，再回來，邊放開來哦，就可以用力向上做，你要流汗哦。安尼睇做下運動，記得腳一定要穩哦，先唔得掹到吼，一定要穩定來，唔睇穩定，其實就會流汗哦，身體要保持平衡。慢慢地來哦，安尼慢慢來，同身體放開來，安尼都唔會受傷哦。再來前面，將樹腰骨變下來，樹手可以俾順圓，還有師傅睇對順圓正常哦，因為你安尼都同安尼緊路變上哦，再來安尼來做腳，腳打開來，兩片做好勢，腰骨變下來，放開嘅腰骨腳，全部嘅緊路貼變上來。安尼步拳運動簡單又好用哦。揾另外一片樹變下來，頭拿揚上來，
仲要運動到哦。最末停留10秒鐘，我哋再轉另外一邊重複做哦。來，腳打張來哦。頭來仰向來。佢感覺一片這個順緣咯，一路同人哋劍路嚟綁開來，時常運動一片，人哋下擺較安全咯，劍路邊上，喺做乜嘅都較安全。揾一片咯，來揾一片。10秒鐘，慢慢地轉過來哦。非常嘅好，大家做得真好哦。人哋運動唔是個太重數，太不卡，自家都是會做嘅哦。腳小可以順緣，人哋即間嘛喺度黏黏嘛黏黏啦，腰骨順緣嘛喺黏黏啦，一晚人哋最後面有啲腳，前面後面掂路綁開來，行路都安全，報警人哋腳緊咯，腳緊地打開來，後面打出來，吃關係你哦。安尼，腳不順緣正常，安尼都很做正確，安尼打落本腳哦，本腳看實你哦，好嘞，本腳仰向來，後面打出來，要同安尼腳保持平衡，腳緊安尼打開來。唔要剛剛人受熱烘來哦，越受熱身體都健康哦，你要流一絲汗哦，唔看在腦腹線上，又慢慢喺流汗嘅呢，表示我哋運動簡單又有效哦，向下來做，再來一擺，腳打開來打出來。打出來，腰骨打出來全部身體仲綁開來哦，你看到再來揾一片，來揾片，腳打開來，我腳緊，安尼運動，腳都敢唔會出問題哦，無論人家行路輕鬆腰，一定安全。人哋叫乜嘢好嘅，對前面後面或者做一擺簡單做，兩片人哋數腰骨綁開來，做人哋運動，再來身體向後些轉彎，慢嚟後面，揾另外一片，向後面，再來，我哋腳綁開來，看前面當空，再揾一片，前面當空，最後面嘅動作，就向我哋腳緊哦，腳緊綁開來，有啲搖搖感覺哦，揾另外一片，搖綁上來。要打出來哦，後面嘛打出來，安尼人要有表爽，簡單的動作
俺哋睇不卡，都是在做嘅哦。哦，各位觀眾，今日謝諾夫先生教嘅一條動作，大家要好好運動麼？記得咯，下一拜我哋再嚟聊哦。